講金碧61週年啦。對唔住。喂，點解要拍片咁嘅？係120金碧61週年快樂！快樂！有冇我份啊？有啊，先生。嗱，金碧61週年快樂！今日父親節，帶爸爸嚟食。咁今日係幾多週年啊61週年。哇，你記得喎？梗係記得啦，60週年我有嚟啊！每年嘅6月15號咧，我都會參加金碧酒家嘅週年晚會。到而家為止咧，已經參加咗10年以上啦。由一個人去到而家都會帶埋荷爸同荷媽去參加。今年咧，晶姐仲安排咗我同啲嘉賓一齊坐添啊！40週年嗰時咧，就係爸爸見佢老啊，見佢老我爸爸咁就話我不如同你搞下呢啲咁嘅嘢要係我係45、46、47、48，我爸爸就走咗啦。所以咧，我係我知唔知啊？金碧酒樓啊，61週年紀念啊，所以咧特別咧幾個微型藝術家咧整咗一個紀念呢個關於金碧嘅都做咗2個星期嘅，即係係啊，佢真係親身嚟呢度影低啲嘢，咁樣慢慢做咯。每年金碧酒家週年嘅嘢食咧，唔算係最精彩嘅一次，但氣氛咧一定係一流啊！雖然彩虹村嚟緊會清拆，金碧咧仲未知道何去何從，但係每年咧見到熟悉嘅面孔，1年1次嘅聚會咧，氣氛都好好㗎。希望之後可以延續到呢份味道同埋氣氛啦〜